在228事件当中，去互国民党政府请过的律师唐德宗，即马有人家伊故事伪造是放假，而且是全部用台文来出版的。本件作者是真烦恼，讲全台文的放假，敢有人要买袂？想袂到市场反应确实真好。就不用太像，但是你那个轮廓要对，就是要对。参考历史相片，把主角的形体画出来。漫画家林显伫咧画是一本全台文的漫画，讲的是唐德宗历史的故事。唐德宗日本时代伫台南出世，伫228事件，唐德宗为了保护百姓学生，互国民党政府以危害国家民族等等理由枪决。迄个时代穿啥物衫，清朝的衫，也是原住民的衫，伊用的啥物色？你为迄个相片，只会当看出深浅的黑白，但是看无是那个迄个色。所以为了上色这个问题哦，会当照相片来画形体，但是古早时的相片是看无色水，落色才做上困难的代志。不过这本册的挑战唔能安尼尔。因为我想要讲还原迄个时阵，人用啥物那个言语伫讲话，那个日常，因为迄个时阵是日本时代，都是日语甲台语这两个，所以我想说尽量还原啦。其实当初时出版社是希望出华文的版本，经过说服了后，落尾才决定用全台文的唐德宗漫画，加一本华文翻译册的方式来出版。安尼来来回回，我发现讲因敢若无啥了解本土语言台文是啥物物件，所以我就想讲我呢去出版社甲因讲一解。甲因讲台文这个物件是啥？这本册呢，正做第一本台文出版的红仔册，有啥物款的意义？这本台文漫画伫2月26就市，是有上市第一天就2刷，到达3刷的好成绩。史汉俊讲，望会使透过这本台文漫画，互大家知影讲台文会使讲的题材是真济，嘛证明台文的出版品是有市场的。记者郭碧君、张随台南台北报道。